世紀舞台嘅親情核爆 ，Lucas 哽咽喊話震動粉絲。近排謝霆鋒又再開咗個人演唱會，令唔少粉絲嘅回憶不斷湧現。謝霆鋒進化演唱會去到安可環節嗰陣，舞台突然升起升降台負16歲嘅 Lucas 謝震牽手執麥克風現身，對住台下哽咽路爸，你同媽媽復婚啦！呢一句瞬間擊穿3.2萬觀眾嘅心理防線。前排粉絲拍到張柏芝掩面喊，謝霆鋒轉身換眼角，而實時直播嘅彈幕瘋狂刷淚版呢個詞條達270萬次。呢場精心策劃嘅親情特集一早有啲端倪，舞台設計暗藏玄機，現場大屏播放嘅父子滑雪視頻，正正就係2023年謝霆鋒手把手教 Lucas 滑雪嘅珍貴片段。歌單編排另有心意，謝霆鋒特意唱因為愛所以愛喐蝴蝶，呢兩首俾港媒叫做風之戀主題曲嘅作品。燈光追蹤技術，當 Lucas 講出關鍵句嗰陣，智能追光系統精準鎖定 VIP 席嘅張柏芝，捕捉到佢顫抖眨墨鏡嘅微表情。10年撮合計劃 ，Lucas 嘅月老之路，8歲扮病呃爸爸返屋企。2012年離婚初期。Lucas 曾經扮病呃謝霆鋒留喺屋企，俾人拍到偷住笑住同媽媽俾 OK 手勢。呢一幕俾佢寫入2025年英國學校嘅作文。脫籍嘅父親每年生日都收到昂貴禮物，但送禮嘅人從嚟冇出現過。生日會上嘅芒果蛋糕。2025年生日會 ，Lucas 特意將謝霆鋒親手整嘅芒果蛋糕推到張柏芝面前，爸爸啊，你最中意呢個口味。而謝霆鋒就係採訪中坦白話，啲細路仔係維繫我同柏芝嘅紐帶。單親母親嘅破繭之路，張柏芝17年育兒血淚史，從頂流女神到超人母親。自2011年離婚之後，張柏芝推咗83%片約，將國際學校家長會出席率維持係100%。係 Lucas 哮喘病發嗰陣，佢連續72小時貼身護理。為 Quintus 矯正牙齒，每月往返香港同新加坡。社交媒體曝光嘅日程表顯示，佢每日5點30分起身準備營養餐，深夜仲係到縫製個仔校服嘅星名鐵。代際創傷嘅終結者，面對謝家情感疏離基因，謝賢同謝霆鋒父子曾經冷戰7年。張柏芝獨創3明治溝通法，情感夾深層，每個星期安排父子視頻過陣。先俾個仔分享趣事暖場，記憶紐帶，每年整父子成長紀念冊，收錄謝霆鋒劇組抱住個仔嘅舊相。創傷阻斷機制，當 Lucas 因為父母離異產生社交恐懼嗰陣，佢自費引入芬蘭心理團隊介入。風飛戀 vs 風之情，兩代人嘅情感博弈。王菲嘅退場與成全，據知情人士透露。王菲早喺2024年就察覺到謝霆鋒情感轉向，謝霆鋒手機屏保換成 Lucas 滑雪相，推咗巴黎時裝周嘅邀約，改去新加坡睇 Quintus 嘅足球賽，俾人拍到係淺水灣豪宅翻新兒童房。時光濾鏡下嘅風之密碼，大數據分析顯示，2006年婚禮跪地求婚，2010年無極片場捏臉殺等經典畫面。係短視頻平台播放量超過23億次。情感專家指出，呢對雙頂流 CP 承載住80%後嘅集體青春回憶，佢哋嘅復合已經升華成時代情緒。資本版圖重構3.6億商業價值嘅親情捆綁，家庭 IP 嘅估值裂變。專業機構測算，風之復婚將會激活3大經濟鏈，綜藝矩陣，風味家庭季預估招商12億。品牌聯名已經有7家奶粉品牌爭奪模範家庭代言。文類衍生，謝霆鋒計劃打造親子滑雪度假村，對標貝克漢姆家族產業。危機公關嘅教科書，謝霆鋒團隊連夜啟動3重防護，情感對沖，釋放2009年 Lucas 周歲宴未曝光視頻，輿情引導，翻起風之育兒觀話題，轉移財產爭議焦點。商業指選，同浪琴表緊急簽訂家庭主題續約條款。代際覺醒，Z世代嘅親情革命。Lucas 呢次行動俾社會學家解讀為千禧代際反叛。
信息平權通過 TikTok 自學香港婚姻條例，研究父母離婚協議，技術賦能利用 AI 合成父母同康相測試輿論反應。天層動員係00後粉絲群發起每日一封家書行動，係佢嘅 Instagram 發布嘅致父母公開信中寫住：你哋教識我話說個陣要目視前方，但婚姻點解唔可以重新出發？呢篇文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轉發，閱讀量破5.8億。命運良盤重啟，當破鏡重圓照進現實，復合進程時間線。2025年4月25日，謝霆鋒凌晨發文進化成更好嘅父親，去相同 Lucas 嘅握手特寫。2025年4月27日，張柏芝點讚封之復婚投票貼，3個鐘獲870萬支持。2025年5月1日，狗仔拍到謝霆鋒現身張柏芝寓所，手提美心蛋糕，張柏芝最中意。家族基因嘅重透，呢場復合打破謝家情感詛咒。謝賢首度公開稱讚張柏芝比狄波拉更稱職。謝婷婷帶女兒加入風之滑雪團，修復姑嫂裂痕。謝家設立星二代心理基金，預防 Quintus 重蹈 Lucas 童年創傷。係愛嘅進化倫理，冇有輸家。當謝霆鋒係演唱會溫可曲今生共相伴你，將歌詞寧願一生等你發現改為終於等到重逢呢日。張柏芝係觀眾直笑中帶淚嘅樣子，俾港媒叫做世紀和解嘅最佳主角。或者就好似明報社論所講，呢場由細路仔主導嘅情感革命，唔單止拯救咗一個破碎嘅家庭，仲喚醒咗成個時代對親情嘅敬畏。